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呢個專業月老頻道。咁我哋係一間機構，提供婚姻介紹俾有需要嘅朋友嘅。咁我會喺呢個頻道同大家分享一啲人生嘅點滴嘅。咁而家開始啦。好啦，今日想講下新鮮感呢樣嘢啦。咁其實好多男人咧都認為咧新鮮感咧係女性先有嘅喎，好似係女性嘅專利嚟嘅喎嚇。咁其實事實係咪咁樣呢？咁好想話俾啲男性聽啦。咁其實咧，男性喺女性個角度嚟講咧，都係有新鮮感嘅。咁真相係點樣嘅呢？真相就係咧，我哋女性咧就往往咧係致力於長期嘅關係嘅。咁所以嘅咧，佢哋就選擇放棄尋求新鮮感啦，就以換取如一個男人一生一世啦。咁即使呢個男人嘅新鮮感逐漸咁樣減退啦，咁有別於女性，咁男人天生咧就對女人嘅新鮮感係有個渴望嘅。咁導致佢哋一生咧都好渴望去幻想同唔同嘅女人發生性嘅新鮮感啦。咁男人就需要知道其實新鮮感個誘惑其實係短暫性、暫時性嘅。咁而且咧呢個新鮮感咧往往咧都係基於偽裝嘅。有冇諗到喺初階段我哋都會好努力咁着衫着得好靚啦，講嘢講得好得體啦表現出自己個獨特嗰個性嘅吸引力尤其是係女性添，佢哋中意打扮啦從而吸引男性去對佢有一個性嘅追求或者幻想啦。咁隨住關係嘅進展啦，咁大家都會變得好似有啲自滿喎，咁穿着隨意咗啦，咁說話又粗魯咗啦有一個英文咧就叫做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就係熟悉就滋生輕蔑啦。當初嘅火花新鮮感咧就會一消失噶啦。咁男人咧就唔會話咁樣算數嘅喎，咁佢就會咧用其他嘅方法喺出邊再尋求其他嘅新鮮感啦，就揾嘅新嘅女性伴侶啦。咁問題就係啦，男女之間嘅關係係咪應該建立喺新鮮感嘅基礎上呢？咁答案就係不是，絕對不是。新鮮感咧就只係一個顯示一個膚淺嘅關係。咁佢哋只係關注身體上嘅親密關係，就忽略咗心靈嘅聯繫。咁即是話，只有透過多年嘅共同經歷有快樂啦，有充滿挑戰嘅啦，咁夫妻雙方先至發展出個深度同埋個成熟度，先至會真正彼此相愛同埋理解。咁正係因為呢一種實質嘅關係，咁佢哋先至可以共同實現有意義同埋充實嘅生活。咁就唔需要不停咁去找尋新鮮感啦。況且要實現以上講嗰個關係咧，根本就需要你好多時間，係會 occupy 咗你好多時間嘅，你都冇時間去尋找其他新鮮感啦，係咪？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有興趣交朋友或者有需要找尋結婚對象嘅朋友咧，可以上我哋實體店嘅喎。咁我哋地址咧就搬咗去油麻地嘅，原先係佐敦嘅。咁而家正確地址咧就係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18至520號彌敦巷21樓 H 室。咁如果搭地鐵咧喺油麻地 D 出口就得噶啦。拜拜。